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出席嶺南影響力 LinkedIn Impact 同埋多倫多同學會一齊主辦嘅一個活動。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 Max， 我哋好高興到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一個非常實用同埋場上面經常會面對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喺加拿大嘅老闆心目中，具備乜嘢晉升嘅潛力嘅員工嘅標準到底係點樣樣嘅呢？咁我相信在座啦有唔少嘅直播嘅觀眾或者啱啱踏入職場嘅年青人，都會想知道究竟點樣先至可以成為一個被老闆睇重同埋被栽培嘅人才嘅。好高興就可以請到 Amy 同我哋分享佢喺35年工作經驗當中係點樣先至可以能夠成為一個被老闆睇重嘅人才呢？ Amy 我都係非常恭喜你，就係最近到一個全球金融行業 Finance of Hall of Fame 嘅一個名人堂嘅獎項，你係一個第一個華人得到呢一個獎項嘅。咁我非常恭喜你可以得到呢個獎項先嘅。咁其次啦，就係原來 Amy 啦喺金融同埋保險業界裏邊有30年嘅經驗，咁亦都係 MDRT 終身百萬圓桌嘅頂級會員。咁除此之外啦，其實 Amy 除咗係管理方面啦，其實都會參與好多係員工嘅培訓啦、人力資源管理啦，同埋培訓一啲領導人員去帶一啲新嘅員工。而且呢個金融同保險業界裏邊啦，嗰個行業變化都非常之大。咁作為一個領導人或者一個老闆啦，其實係需要不斷去跟進呢個行業嘅發展狀況，然之後令到公司可以變得更加好嘅。從老闆嘅角度嘅話，咁其實佢點樣可以留住一啲員工嘅咧？好好嘅問題。因為咧，好多人認為我去揾工，其實我哋身為老闆咧都好渴嘈，OK， 好希望揾到個啱自己嘅人嚇。所以當我揾到個啱自己嘅人嘅話咧，真係每一個好嘅老闆都想我點樣留到呢一個年輕人咧嚇？點樣留到呢個員工咧？係咪？咁咧我哋就要搞做腦汁啊！因為而家咧新一代咧唔係話你係老闆我聽你話，我哋係要令到佢係好願意聽你話。咁咧呢一個就係我哋調翻轉啊！你見到啲大公司咧，而家咧，佢樣樣都俾好多自由嗰啲員工去發展，但自由之中你有個架構，佢要完成個工作，就唔係話硬性9到5唔可以遲到嘅嚇。我啲員工遲到冇問題，只要佢自己知道咧，佢要補翻嘅時間，但唔可以即係當然唔係話好過分嘅遲到啦嚇。咁有時你知道我係睇嗰個質量嚇，咁你留到個員工有幾樣嘢。第一，佢覺得喺間公司度佢有晉升嘅機會。咁我唔明咧，公司嘅架構點樣可以有晉升機會咧？咁你去諗啦，即係話可以製造嗰個機會俾佢啦。佢覺得有學習，因為佢好多機會嘅學習，即係話我哋話知道員工好想學習嘅，我哋我俾你去進修呢樣啦，俾你進修嗰樣，公司俾錢，佢覺得啊唔錯喎，又有挑戰，又可以俾我學習，係咪？咁當然啦，第三啦，如果真係做得好好嘅話咧，你睇下出邊員工一路應該係升嘅，呢個係值得多啲喎。主動去提出我加你人工，或者係俾 bonus 獎金嚇，咁員工覺得咧，佢唔係資助你咁嘅錢咁簡單，佢覺得有一種認同，即係話啊，你覺得我好啦，覺得我值得啦。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話就算你對佢好，你都要令到全個團隊啲人咧係好和諧。即係話咧，唔係製造嗰種挑戰性嘅，即係大家嚟到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當佢覺得哇，翻嚟公司好似好開心咁，唔會覺得唔開心嘅。就算好多工作咧，佢會覺得係完成工作係幫公司嘅，公司好似個大家庭咁嘅。呢一樣嘢咧，如果製造到嘅話咧，好似我哋呢啲唔係最大嘅公司啦，唔係話好似咩銀行啊，我哋就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希望留到啲員工。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喺加拿大咧睇到咧，我哋一種開放式嘅工作方法。OK， 所以其實喺老闆嘅角度啦，其實佢最重要就真係要建立咗呢一個環境，令呢個環境令到員工有個健康嘅諗法，就係話我呢度有一啲晉升嘅機會，咁甚至亦都係可以得到重視，亦都可以有學習嘅機會，咁員工就自然而然會願意繼續留喺呢間公司度，咁同老闆一齊去奮鬥。OK， 明白。咁啱啱就係講到員工有機會被晉升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陣時會聽得到就係有啲員工可能啱啱嚟咗公司冇耐，連試用期啊都未過，咁就俾人請離開啦。記得一定要做筆記。我而家筆記唔係一定寫啦，你用個電話又好乜都好啦嚇。咁你寫好咗，人哋講俾你聽嘅嘢咧，你就算唔係即時寫，你即刻寫翻。因為咧喺我哋嘅主管立場嚟講咧，我可以容許你一次錯，因為咧當學習。但第二次錯失咧，佢已經有少少叫警告喺個心中。但第三次錯失咧，如果喺probation 嘅時間咧，已經係唔容許嘅啦。咁呢個係工作上啦，係咪？咁當我樣樣工作都好嘅話咧，第二樣嘢我哋要睇咧就人際關係咯喎。
我就算工作幾好表現，但我所有人都大家都唔夾嘅，令到全班公司見到我就唔開心嘅，咁當然唔中意啦嚇。仲有我個主管都覺得有壓力，從呢個人講嘢咧又唔聽話，又有壓力，又計較。我想去學習嘅時候，佢又話呢個好似唔係我哋嘅工作啊，當然係唔得啦。即係呢個係態度嘅問題嚇。咁所以呢幾樣嘢都會導致一個人咧係佢可能喺3個月內咧，佢根本上未到3個月就請走。就我覺得我睇到一般嚟講嘅都係呢幾個嘅問題。第一工作，第二同員工嘅相處，第三同主管嘅相處。OK， 所以如果員工能夠符合呢3個特質，就係第一就係基本工作都要至少要做好先啦，就唔會成日都犯錯啦。咁第二就係同同事之間你相處嘅話係可以有合作嘅，即係有團隊精神嘅。咁同主管嘅話就係大家可以有交流嘅，係啦，即係唔希望就係你主管俾一啲意見你嘅時候，咁但係佢嘅態度又唔係咁好，係啦，咁其實就好難留住呢個員工喺呢個公司裏邊，因為咁樣可能會影響到成間公司嘅個氛圍同埋士氣嘅，我相信。OK， 好咦，咁我哋啱啱就講到有啲員工可能連試用期都未過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調翻轉，就係話有啲員工可能喺公司裏邊其實都好努力工作嘅，咁但係一直都冇晉升嘅機會喎，咁究竟係一啲點樣嘅原因嘅咧？嗱，呢個原因咧就譬如嗰個員工覺得我啲好盡力嘅喎，點解成日都未有晉升機會咧？咁有好多原因嘅嚇。第一樣嘢，你淨係做好自己工作。頭先我講咗啦，呢個基本工作做得好，人基本工作做得好，咪喺呢個位置咯。你而家講緊晉升喎，晉升你要加一個價值俾公司喎。點解佢知道晉升你？自己問自己啊，我可以提供乜嘢價值俾公司？我可唔可以幫公司係就算呢個架構未有呢個職位，我有冇辦法令到公司係多啲發展之中咧？佢覺得係呢個部門要多一個主管，或者係一個副主管。嗱，呢個係一個方法啦，係咪嚇？咁當你做咗呢樣嘢，你又諗下自己，我同其他同事得唔得咧？合唔合作到咧？頭先我講翻頭先所有嗰啲啦，我同下屬得唔得咧？發展咧，同老細、我上司大家點咧？咁你自己做一個叫做反省嚇。咁最後一樣啦，就話你呢個公司嘅架構，因為每個公司有個文化嘅。如果嗰個文化咧就話你睇到公司都係。佢唔睇咁多，佢淨係睇你嚟咗幾耐，佢就晉升；嚟咗幾耐晉升，一個係一種文化嚇。如果你覺得你製造唔到嘅話咧，咁你可以同你個上司溝通。如果上司係好想留你嘅時候，佢又可以諗下同老細傾下嚇。咁呢一啲咧都係我哋希望嗰啲員工咧，首先喺自己公司度咧發展一下，仲真係點解我晉升唔到咧？我哋可以大家佢自己去首先反省，跟住同老細同自己上司傾，正常嘅。但係咧，而家有一個問題嘅。年青人咧，佢諗得我要跳多幾間咧，我就會更加晉升得快。但係如果你能夠喺一間公司度能夠係升到咧，其實對你嘅挑戰係重大嘅嚇。咁所以你變咗你都要每一件事咧，每一個情形係唔同嘅，係要自己去分析，或者同一啲有經驗嘅人大家分析。OK， 明白。所以如果一個員工佢可能一直都冇晉升機會嘅時候，咁第一樣嘢就係究竟佢有冇做到價值提供俾間公司啦？咁令到公司會覺得其實佢有佢嘅價值，可以覺得唔單止做好自己基本嘅工作，咁甚至可以做得更加多。係啦。咁其次嘅就係而家呢間公司其實會唔會有一個環境可以令到佢有多啲發揮嘅機會啦？部分就可能員工要同翻個自己 manager 或者同翻個老細去傾下，究竟有冇其他嘅發展機會？咁假設真係冇啦，先至可能去考慮。會唔會話有其他嘅機會？如果係一啲好大嘅公司咧，仲有一個情形，你可以跳去第二個部門。但係當你諗住跳去第二個部門咧，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同主管講，要得到佢嘅支持。如果你見到主管一啲都唔支持你，你唔好嘥時間。OK，因為佢唔會支持你啊。當第二個部門嘅主管問佢嘅話咧，佢就唔支持你嘅。所以咧，呢一啲真係要同主管傾嚇，就唔係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唔係絕對嘅。但係我就首先講下由自己嗰度反省開始，然後一路咁自己申言，自己肯定自己嘅價值之後咧，去溝通我嘅價值，然後再衡量成個棋局、成個市場係應該點樣走。呢個就係我嘅睇法。OK。